多谢叶心来看这个啉酒赛车的代志，这个一个富商又是真好嘅生意人。这摆呢，啉酒赛车弄死人已经第3摆啊！台北市大安区昨差不多是暗时9点外时，有一个新加坡这个空服人员，敢若是违规过大路，和一台100万名车弄掉，送去了医院救无活。这个姓向方向的向，这个富商承认讲，伊有甲朋友食饭啉半罐红酒，警方一个调查发现讲，伊这个酒色值是0.5万。民众敢若违规，直接行过安全岛对面一台修路车紧达东啊，不过早就已经未赴，甲人弄飞出去。白烧100万名车，引擎挂柜冒落去，查封玻璃避开，弄掉人的驾驶，马上发现规身躯臭酒味。我就是听到嘣一声，然后我引擎盖掀起来，我就停下来。酒驾是酒驾，但是他穿越这种地方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代志发生在昨暝9点外，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2段，一个新加坡籍美国联合航空的空中少爷，迄天配合公司的航班到台湾，煞敢若违规过大路，拄着死劫。姓向的驾驶甲警察讲，迄天中昼和朋友食饭，啉半罐红酒，中间休困抓铃才赛车上路，不过酒测值悬要0.58。过去伊就因为啉酒赛车，互吊销驾照，这摆等于是无驾照佮啉酒赛车。本案有涉及过失致死跟公共危险的部分，警方全案依法移送侦办。为什么会想对死者说呢？头淡淡，吞吞吐吐，才讲出一句实话。这个姓向的驾驶生意做真大，是4间公司负责人，有美容美体、室内装潢、投资业和不动产。这间在市民大道的资料馆，嘛是真侪个人来捧场。已经有过前科，佮学无乖，第3摆啉酒赛车，这摆弄死一个人，爱面对愈悬的刑责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